你以為算命就係睇到你發生咩事就算啦，其實係要睇到你未來賺幾多錢先最重要。諮詢就係為咗知道，就算你知道自己有機會成為千萬富翁，你就會等到咯咩？你嘅見識、環境、人性、判斷力、情關呢啲全部都係阻礙嘅因素，都係令到你減分嘅項，係降低你嘅財富嘅項目。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，你要好好咁配合，你先大概率收穫到呢個大嘅結果。嗱，如果你自大咧，你就好容易失誤噶啦；如果你謹慎咧，又容易錯失機會喎。咁如果你好重情義咧，有可能令到你猶豫不決，損失金錢嘅。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可以控制得好好，自我控制得非常之好，咁恭喜你，你應該成功，你值得成功，你係唔需要去做諮詢嘅。但相反，如果你有敬畏之心，知道自己不足，知道自己都有黑仔嘅時候，咁你就真係要及時咁去補充你嘅短板喎，要及時咁去修正喎，係咪先？你唔可以等佢自動變好㗎。你以為嘅迷信，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你愚昧無知先有為主呢？呢個世界係多維嘅，呢個世界咧係好豐富嘅，存在就合理，認知到同埋並且做到，你先會成為一個完整嘅閉環。